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24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明仔载就是5日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估计讲，国道5号可能会对明仔透早5点塞到暗时8点迄趟。蔡总统讲，监察委员提名的人选是伊所定夺，一切以担当。各钓鱼台主权是咱的，不过咱也着爱领证。全世界网球的球王佐科维奇伫咧网络承认讲，伊含牵手2个，嘛已经去染着武汉肺炎啦。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咱国内今日同款嘛无新增加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治病例人数依然是446个，啊，即阵敢若有4个病人还佫伫咧治疗当中。另外，对6月25开始，桃园机场嘛渐渐开放，互5路的旅客过来借路经过搬飞机。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那我们在国内的疫情仍然维持446人的确诊，那现在有435人解除隔离，那有7人死亡，那在隔离中大概就4人。我们就从25号开始，然后我们可以在全程分流监护的状况底下，来同意航空公司可以来做转机。但是我们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限制必须在8个小时内，就是它转机的时间只能停留8个小时。第二个是它必须同一个集团的航空公司。另外是有关于这个我们对于外籍人士的部分，我们在3月19号开始整个这个边境全部一律做相关的这个规范之后，那我们也一样在下周1开始呢，我们会对于外国人的部分只要除了观光跟一般社会访问以外，其他的都可以来提出申请明仔载就是5日节，连续煞休4天，尤其天气清和，拄当阁还袂当出国行搭，打算要去东部小捞一个民众也袂少。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就估计讲，国道5号可能对明仔载透早5点，一直塞到暗时8点迄旁。最高跟双向的南下的最大量会落在假期的第1天，也就是6月25号，那会达到120万车公里。那后续几天会逐日递减。那我们有采取了一些比较属于管制型的做法，包括像是明天我们会针对国1跟国3跟国5来实施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还有针对一些比较瓶颈的路段，我们会采取匝道封闭的一个做法。高速公路局毋若提醒民众，国道5号会塌，就要有心理准备。嘛，估计西部路南的高速公路，明仔载透早5点过，嘛同款开始会有车阵。尤其1号高速公路路南的杨梅到新竹系统这节，阁有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这轨，甲另外3号高速公路路南土城到关西、快赶到雾峰这几节所在，可能嘛拢会塌到过道。讲到交通问题，进前桃园国际机场免税店的业者已经讲，要爱甲银行贷款，才有才调应付新落的薪水。当机场内底产业发展协会佫跳出来讲，以早国际机场人来客去，因的经营贡献嘛真重。谁知影政府伫咧补贴民间的企业，因的生路竟然无人认同。交通部、经济部、财政部，所拢也无人要对因伸出援手。国内新冠疫情有较缓和，各路市场有豆豆啊复苏。不过，桃园机场也是空落落，逐工出入境的旅客敢若有2000外的人次，甲去年平均13万的人次来比是天差地。目前载旅客的人次是维持伫咧无甲2%。如果有多余时间，我们就去美食街坐一坐，这样。我们做好防护工作就好了啦。因为毕竟台湾还是非常安全的。现在每天其实几乎都没有旅客，然后每天也几千块也是在营运啦，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支撑。桃园机场产业协会控诉讲，去年桃园机场的旅客人数有达到4868万的人次，机场公司创造235亿的营收，争做国内8大服务业营收的头名。机场的业者迄当阵的贡献是44%，即卖营收无甲1%，煞得袂到政府的纾困。因口说家己讲，比客停车还佫较不如，变做这波疫情上凄惨的受灾户。不认定我们是观光旅游业，也不认定我们是民航6业，那我们变成孤儿。我们协力厂商每个也都苦哈哈，已经到了都借钱贷款来经营这个照顾这些员工。桃园机场产业协会预估，国际机场的产业复苏恐惊还佫等1年。希望交通部的纾困3.0会当补助部分的员工薪水，或者是互因进修的补助。
来抢救几啊万的员工的生活，而且援助解救产业倒去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顶礼拜教育部宣布讲要开放外国来台湾读书，拄当即届就爱出业的学生搁再入境，范围计共有11个地所甲国家。但嘛已经有一寡大学去申请，紧接拜5到3个香港学生会来到地。毋过嘛有外国学生因为听到讲爱搁带旅社隔开14天，感觉担头有较重，就讲归去无要搁来了。头一波应届毕业的境外生，确定会当回来台湾。听书煞比大学迄边所想的还搁较复杂。大学调查了后，就爱填报名册、入境的机场、日期，还搁有航班予教育部。教育部予指挥中心核准了后，会甲大学通知，再甲学生讲。那我知道教育部呢是给了一个蛮短的时间，希望这些学生能回来，我们也会积极的配合这个时间来办理。18位学生我们掌控的都非常好，希望学生会当赶紧回来。台师大一个一个敲电话，甲符合资格39个伫咧国外的境外生确认。原本按算伫咧7月初1甲7月初5回来台湾的2个境外生，决定要取消。嘛有学生决定讲无要回来台湾啊。少数几位同学啦，是跟我们反映校外的防疫旅馆对他们而言，还是算是一笔不算轻的经济负担。台师大指出，最后通报教育部的有20个人，按听书上紧7月初8到学生会当回来。教育部指出，按算26会有中央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甲台南应用科大，拢总3个香港学生回来台湾。28是有另外3间学校的4个香港学生。也那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陈干破讲，防疫旅馆的费用确实影响到部分境外生的意愿。一些学校假如他们有独栋的宿舍，那是不是有监管单位他们由中央直接协调当地政府卫生局面直接到那个学校来做一个检视。陈干破建议讲，政府爱量早开放检疫宿舍有够的大学，代替部分的防疫旅馆。也那世新大学的校长吴永庆是讲，特定国家的境外生才会当入来。各大学嘛会过滤，另外行政流程应该爱搁简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总统府näm咪特别搁重新开放民众入去参观，内底展览的内容嘛有换新。早起蔡英文总统和赖清德副总统双人大声出面看展览，蔡总统搁针对监察委员的提名开声讲，人选时所定夺，一切一担当。另外讲到钓鱼台，蔡总统嘛讲主权是咱的立场真坚定，毋过四边的局势复杂，咱嘛着爱冷静。因为疫情等候，总统府会伫后礼拜恢复开放参观，伊有固定的展览，嘛有新的模样，以世界台湾做重点。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先来参观，邀请大家做伙来。针对最近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所引起争议，蔡英文嘛回应：很多不同的传闻、不同的说法了哈。但是我刚才也讲了，这毕竟就是我最后拍案的，那我要负这个责任啊，那也责无旁贷啊。那或许有一些不周全的地方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检讨改进。陈局秘书长的这个任命我这边必须要说明的就是说，他不是任何人的党建派。蔡英文认为讲，袂当因为名单内底有国民党党籍的被提名人无济，就讲拢是错。伊希望名单是多元的组合，嘛希望透过这届的提名，体现超越党派，共同守护国家利益价值，而且嘛利用机会向在野党发声，做伙讨论修宪的议题。毋过有争议的，也阁有钓鱼台主权的敏感议题。蔡英文强调讲，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政府会坚定立场。钓鱼台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那是我们主权范围所及所以这是我们不变的立场。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现在区域的情势确实很复杂那有很多单方的行为让这个区域的情势更加的错综复杂。在这个情势当中，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蔡英文指出，在过去4年会当感受到政府尽力保护渔权渔民的权益，现在伊嘛下令海巡署确保渔民的渔权甲安全。伊强调讲，台湾的渔民伫咧钓鱼台海域进行渔业活动，无受到阻碍，渔权是主权具体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进前欧洲中部捷克共和国的国会，就是参议院的议长，有表示无受中国的压力，新历8月底就要带队来访问台湾。这几日面对媒体，佮公开表示讲，代表团报名的人数已经逼了。在伊咧看，台湾就是自由佮独立的国家，这站的确是无前差。捷克共和国参议院的议长坐伫咧中华民国国旗的头前接受媒体访问。
标题佫写出一句：台湾事实就是自由佮独立的国家。伫咧今年2月时，头一任切国会参议院的议长本地就讲要来台湾访问，结果却因为心脏病不幸来别世。伊的家属甚至佫讲，中国有一再甲因施压力甲威胁。结果接后边上任的议长共款表示讲，为着保护切共和国的主权甲公营，伊嘛共款要来台湾访问。早起蔡总统嘛开声表示，对议长一家人的欢迎。咱过来讲，监察委员的提名人就是捌做过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校长的罗振昌教授，伫咧北投一间透天厝，代表出讲3楼是伊加请假，室内的电梯嘛是另外搁起的。罗教授出面承认讲，真正是为着要照顾老迈乡亲，才会家己请人踏3楼，但也配合市府安排，违章的所在拢总会拆头角。这栋30楼高的白色的铁皮建筑，是伫台北市北投的住地区内面。外壁有真侪所在拢新鲜，甲其他命题比真无配。这是拄则被提名为监委前立委罗振昌私人徛过电梯，伊的厝互人检举违建几落遍啦，包括3楼的厝顶违建，也有私自加装电梯。对外界质疑伊伫拆了又搁起的涵盖的行为，罗振昌发言讲，可能有违建的情形。水管啊、管路啊这些在整理啊，所以在做房子在做一个整理，所以我们就委托那个土木包商，就有一些违章的部分发生啦。那这一部分的话，既然违章的话是一个事实，我们也就很欣然的接受了那个建管单位，他们就来拆除。罗振昌的徛家互人检举4个所在违建，伊讲伊的厝是37年的白装，每年来了，因为管线需要维修，才会找水电来修。验估业者伫咧维修过程涉及违章的情形，所以互人检估3楼厝顶的违建。前2案拢伫咧2006年3月23查报，同年的4月初4拆除结案。验估第3案依然是查报3楼厝顶的违建，第4案是1楼后壁违建，私自加装电梯。台北市监管处是排后个月2日要强制拆除。那因为他年纪大，行动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比较紧急的需要这一个做一个电梯。那当时的法规做在比较严格，然后我们这个比较严格，所以我们电梯的申请就没有获得核准。罗振昌解释，迄当阵是为了要照顾伊的爸母，才伫咧私人土地加装电梯，也向台北市政府申请许可。验估因为法规正严，一直拢无通过。伊承认装电梯是无合法，即马伊部分主体要互人拆。罗振昌是尊重行政单位的处理，愿意配合拆，也希望互伊徛过征期量早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德国西部一间肉品工厂发生1500几人烧的武汉肺炎的病症了后，政府嘛宣布要封锁工厂地头迄个城市到6月底。这阵风波嘛引起德国的社会注意工厂内底外国劳工生活的环境问题。另外，7月初4起，英国引准酒吧餐厅重新再开业，人甲人中间规定社交的距离嘛对2公尺，彻底来到1公尺。伫咧标出君主感染的肉品工厂托尼斯的盖特斯洛奇，医护人员当伫咧一间一间拜访，替社区的居民做采检。即个疫情爆发，有超过1500个人确诊，为着要阻挡疫情传开，采取预防性的封锁到30。Der Zweck ist, die Situation zu beruhigen, die Testungen jetzt auszuweiten, festzustellen, ob auch über die Mitarbeiter von Tönnies hinaus in der Bevölkerung der Virus bereits verbreitet ist oder nicht. Aber wir können es nicht ändern. Es ist nun mal passiert. Naja, es betrifft mich insofern erst, dass ich das Wochenende verreisen wollte und mir jetzt genau überlegen muss, ob ich das jetzt noch mache. 盖特斯洛市的人口有36万，嘛是德国4月底解禁了后，头一届有地方佮封锁，附近的市镇费尔嘛同步实施，因为居民甲肉品工厂的互动真密切。这波疫情可能有机会甲肉品工厂内底移工宿舍环境的问题做伙改善，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甲马其顿等等国家内的移工，因长久以来一直忍受真歹的生活环境。有居民表示，肉品工厂的疫情的爆发，可能是因为宿舍住甲下钱，佮杂通，卫生的状况真歹。
英国解禁会伫咧7月初4进入新的阶段，酒吧、餐厅、电影院甲旅馆拢会阁重新营业。 Frankly, I can't wait to go to a pub or a restaurant, even if it may not be wholly compatible with the new diet that I'm on, and I hope that people will. 强生表示，会当保持2公尺的社交距离是上好的，不过若是做袂到嘛无要紧。新的规范是放定到1公尺。 进前有真侪店头认为讲，若是继续规定2公尺，那呢大家开门要做生意是真无简单。另外，若是疫情阁反苦，伊嘛袂张图，会随采取控管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 咱搁来讲，全世界网仔球的选手，目前男性排名第1的 Djokovic， 6月中旬伫咧欧洲东部的国家举办资深网仔球的巡回比赛，结果选手和球迷却拢无人挂喙烟入场，打算发生烧胃病情的不幸。昨球王本人伫咧网络会室咧嘛承认讲，伊家己甲看守2个嘛同款已经去染着病了。选手因最近翕相。 6月中，世界球王乔科维奇伫咧伊家乡塞尔维亚宣告，出现网球巡回赛开始比赛。不过赛程才过一半，怎么就要收起来？因为团队只有6个人感染新冠病毒，连伊家己也确诊。参加比赛的选手迪米特罗夫、克里奇也有楚义基，伫确诊了并无出现症状的乔科维奇，伫外界压力之下也接受体检。 李莎伫咧推特承认，伊甲伊看守2个人的检测结果拢是阳性，而且对比赛造成伤害真保险。但是伊也坚称，巡回赛拢有遵守防疫的规则，而且办的所在东欧3个国家防疫拢控制了真好。负责筹备比赛乔科维奇的小弟讲法也同款。Nažalost, ovako nešto je bilo moguće. Ovaj scenarij je bio onaj najgori mogući. Nama je žao što se to desilo. Ali opet ponavljam, sa naše strane je urađeno apsolutno sve da se zaštitimo. Sve restriktivne mere su bile sprovedene kako u Beogradu, tako i u Zadru. 不过巡回赛前2站有4000多名球迷入场看比赛，拢无挂喙烟。记者回想，球员活正活，而且互相打肩胛头，拢互外界认为是不良的示范。 社群媒体也传讲，伫这个期间，乔科维奇加几位选手有去夜店耍。前世界球王英国网球选手莫瑞认为，比赛以选手确诊话停，伊无意外。 But like I said yesterday, in hindsight, it's not something that obviously should have gone ahead. Some people have said that maybe this sort of puts the US Open in doubt, which it may well do. But the measures and the protocols that they have in place so far at the USTA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what was going on in Serbia and Croatia. 发生伫咧8月底恢复比赛美国网球公开赛，早就确定未开放观众入场。乔科维奇捌批评美国的防疫伤过严格，所以考虑袂去参加。怎么伊家己正做防疫的破口，讲是是毋是去参加比赛，可能要看伊隔离2礼拜了体检的结果才当决定。 记者综合报道。倒当来关心国内的消息，对南部看起来，高雄市长补选，郭文特所领导的台湾民众党定调本地野亲民党迄支旗的市议员吴益政出来选。吴议员开声批评讲，就是在野提头的国民党唔愿和民众党合作，伊才会撩落去战一局。同款今日早起，民进党所提名的陈其迈，甲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嘛拢已经去登记了。 民众党1月立委蔡壁如张基乐透早就来到下港，等伫高雄市选委会门口口，要陪亲民党高雄市议员吴益政来登记。吴益政坦白讲，接受民众党的征召参选，是看到国民党在野第一大党的缺失，唔愿合作，感觉真生气。洪问到讲，敢会失去议员的职务，讲甲真直接。大家有建立一个共识的话，那就是立法。那你立法院很快1个礼拜就可以通过，他通过我就马上吃。 提前就开始扫选举的民进党参选人陈其迈，嘛伫咧党籍议员甲支持者的陪同之下来登记。陈其迈穿着白色字面大微笑，洪问到讲要哪看民众党甲国民党合作破局，伊表示讲无下都无应该勉强。民众党跟国民党他们有他们的候选人，
那能够也提出好的政策，那我觉得这样也是好事啦。选伫最后一天参选的，有国民党推派李美珍，伊做过3届市议员，老爸是李良忠，捌做过高雄市议员，即马是高雄果菜市场的总经理，人面真快，红感觉电风实力有够力。40年以来，高雄国民党从来没有提过在地年轻的，这次国民党做到了，我也很认同我们的中央。高雄市长补选剩50天，最后谁会当候选民来支持，真紧就会知影。记者陈议员、柯正俊高雄报道。今日早起，台北市高文体市长嘛宣布讲，市内高中高职计共8万几个学生，都那甲中央所发的振兴3倍券欠入去学生证内底使用，市府要加补贴500块。不过市议员是拢较关心讲，当地咧起的体育场大巨蛋。未通过稳准继续建设进程，实在远雄公司就一再咧施工，这条郭市长敢拢唔知情呢？配合行政院进行3倍券，伫后个月开始，台北市长郭文体日前宣布，针对台北市8.9万的高中职学生，所进行加额专案，若是用学生证来报3倍券，累计消费满3000块，除了中央补助2000块，台北市阁加额补助500块，若是掠悠悠户来报资料，会阁增加500块，上侪会当回馈1000块。同一天，高雄市长补选登记就要结束，重点红刷起民众党决定讲要参加。23也是宣布定调亲民党市议员5月前来参战，和那边合作确定无案。这理念相同嘛，我跟他谈过很多这种，包括这种高雄的市政建设，我觉得他蛮有 idea 的，所以这个人我已经认识相当久，这个人。我觉得他在地方是经得起检验的。除了要拼选战，郭文体改烦恼大巨蛋，包市府进前签准大巨蛋的建造变更，和远雄复工有希望，引起市议员批评。干事批质疑有独立远雄的记录，若是政府发建造了后，伊会正式来提告。林玉君是表消息，远雄伫年初就违法偷盗去阴暝，期间监管处把真侪个客栈所无发现，质疑市政府公开放映过。肖一鸣的状况。我是接获爆料才知道的，上一次偷装椅子也是媒体去爆料才知道的。台北市政府对于现在远雄在进行14项的防灾维护工程的掌握程度，几乎是0。我态度是这样的哦，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哦。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是这样的啊，到底从远雄到我们监管处，到底是搞什么鬼啊？郭文体讲会伫咧日时召开公安汇报，互监管处说明的机会。后礼拜卖记者会，说明建造合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先看南北二路，煞着看中部。昨暗台中市一个24岁姓郑的少年人，可能是因为进前牵涉着毒品的案件，去予警方移送法办，心内不满，竟然赶去又去乌日派出所门口要破，要甲派出所放回收。加在现场的警员赶紧拿灭火器出来处，啊，尾手调监视器出来查，6点钟久，警方就抓到人了。监视器翕到男子伫派出所边仔行来行去，随后探到树下无人。乌白破手头的汽油了后点火，大火马上冲出来，险啊无记到边仔警车，值班人员见听到声音，紧来摕灭火器冲出来，火势才无进一步扩大。事先听到有那个爆炸以及火光的声音，就立即出外查看，发现是有火光，立即返回来拿灭火器。警察叫头前的楼梯一片臭灰搭，还佫灭火器喷过烟热，加在无报记到其他的人车。23号暗时9点半，台中市乌日分局头前被放火，嫌犯放火了后，马上骑倒摆逃走，还佫超工将车牌砍掉的。警方调获监督监视器，以车来找人。6点钟了后，伫大道区找到涉嫌放火地形男子，刻意隐蔽车牌，藏匿身份。但警方过滤了上百次监视器以后，靠着他的穿着以及脚上的刺青图案，在6小时以内就将歹徒查缉到案。警方查出24岁地形男子2个月之前，因为毒品案被警方移送法办，后来虽然交保，不过对着警察所心生不满。警方嘛找到地形男子买去过的发票甲装汽油的空桶啊，随后将伊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法办。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我来看台湾东平的中部，花莲县富里乡的陈英聪乡长上任到呾东外，事情的项目有引起地方一寡反感。乡民联署要甲伊罢免，第一阶段已经超过选举人数100%，联署单当嘛送去交县府选举委员会咧审查。案件若通过，就是花莲地方有史以来头一站乡镇市长的罢免案。
这个罢免签署书是要罢免花莲护理乡长陈永聪，因为伊上任1年多，毋但是甲叶立祥客家文化馆、甲客家产业馆拢关起来，也个发生本所政府场的抗议甲浪费风路。乡长一点也不照顾我们，不管是我们罗山村民，或者是整个富里乡，民怨四起。乡长第一个触怒我们富里乡民的，应该就是他把所有活动中心各村的活动中心都收编。乡长陈永聪无愿意对罢免案回应，只有发言人强调会继续好好做。进前，富里乡公所甲富里乡农会双方伫咧政治上有真侪争议。其实讲罢免案实在是有点迁就了，那个比较过那个哈。但是我是因为最近外传就是有一些对乡长施政的部分有质疑部分，当然我们都坦然接受。花莲富里乡目前选举人数差不多8500，提议罢免的人数爱达到选举人数的1%。目前已经有90份人数通过第一条件，第二阶段来完成850人人数就当成案。最后投票结果若是罢免成功，陈永聪的是花莲地方史上第一个被罢免的乡长。记者综合报道。专门针对出旁讨海外国渔工保障人权的联盟，这个民间团体公布调查报告，表示访问过59只台湾国籍的渔船，还佫有3只挂外国牌的台湾船内面，71个外国渔工了后，发觉讲竟然有9成人拢捌去互头家扣着工资，嘛有8成外的人工作的时间过头长，人权问题确实着爱真重视。李旧年等于到印尼家乡的 Sapri， 即嘛是一个渔民。不过2018年底，伊为着要从破病下世医药费，经过人介绍来到台湾渔船顶头工作，想袂到却是噩梦的开始。伊伫船顶，互船长关入去冷冻库，佮伫拖希望的时阵，互人电击，互伊感觉差一点仔，连命拢无去。Ya sakitnya ya lumayan sih, lumayan lemes. Ya lumayan sakit. Ya orang kesemuanya gimana lah, orang ikan aja udah mati itu sebentar, apalagi orang.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 ，Sapri 的遭遇并不是个案。因访谈59只台湾籍渔船，佮有3只宽渔船，总共71个渔工，发现92%互靠薪水，82%超时工作，将近1/4受到身体的虐待，显示北峡渔工的问题犹原存在。它是系统性的，因为一些制度跟一些检查没有落实的状况，所以导致这样的问题仍然在这个产业当中。 除了人权问题，这个调查嘛发现，台湾渔船非法掠鱼啊，有一半为着要取鱼翅，挂了后，佮把鱼身带入海底。Sehari dapat 50, kadang seharinya lagi dapat 100 gitu, 150。 外籍渔工人权保障联盟会在举行记者会公布报告，指出产业当中有人口贩运甲非法掠鱼的问题，呼吁渔业署要有应用的作为。到中昼为止，渔业署还未回应。记者林麦丹昌为台北报道。咱来讲，台东县南平的资本湿地已经去国际野鸟联盟列作野鸟来源重要的地所。不过台东县府打算要踮遮建设太阳能产业的工厂，经济部嘛已经发筹备的许可证了。 总是在遐皮乌马原住民部落的人民感觉不服，甲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控告，申请停止开发。再去这条案头一摆开庭审理。尊重部落主权，维护部落自主。台东卡达底部的部落族人甲环保团体画口号，呼吁国家爱尊重部落的主权。原因是伫咧争议真久的资本湿地光电案，代表厂商伫咧今年2月摕到经济部的丢失许可。 部落族人认为正常的咨询过程问题真多，申请停止执行。不公平的会议，卡达底部3大家族的拉案提起了决议无效的诉讼，想要先解决争议，再来谈后续，但开发商却没有停下来程序，然后跟就是那个投票的，以往部落在决定公共事务的时候就是3大拉案为主轴，投票的方式也一堆的漏洞，所以对部落造成很大的伤害。族人讲，去年是由市公所代开部落会议进行光电案同意权投票，不过投票者身份的认定、投票权资格拢有争议，也怪请查。
表面上看是民主的投票机制，这有符合宪法揭示说要尊重原住民族的文化，尊重原住民族的传统组织吗？在老汉召开的相关的会议当中，我们能够凝聚共识之后，再讨论要如何往下走。本部落族人不需要外围团体帮我们强迫代言。伫记者会上，在线开发的部落族人也到现场，即期部分团体无够基本了解情形，现场是起冤家。严国炳伊个澄清，愿意甲反对方坐来谈，另出共识。三大拉汉的邀请说，那我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谈什么？就是部落的共识会议。那其实那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开始的点。我们部落只有一个反对意见，我觉得这样真的对我们战争方是不公平啊。日本湿地耕田案的停止执行案，24早起第一遍开庭，到目前也搁伫咧进行，也无结论。记者综合报道。东部讲台东，西部看台南。台南市早阵近来山仔长咧大出，毋过咱若来到市内果菜市场嘛，共款无几担出来排，因为这人口数已经无到5000人，做事的农民平均岁嘛拢超过60岁啊。市政府甲区公所只有是加强观光，嘛争取设公车站，尽量要甲五路的人口引进入来游览，了解早阵的美丽。即马是山野的产季，毋过行去早阵的青果市场，看过去拢是老农民，排队的数量是真少。因为早阵的外环道开票了，就无车来早阵市区，青果市场就无人来啊。农民慢慢想要去人较济玉井青果市场，毋过因为年岁小大，只会当伫遮艺经。卖30-40担啊，搁玉井东西向，阮遮就拢无人啊。有当时啊，规工拢无收入卖。当其时，这是人足多，但是一寡农产品所生产的，迄阵拢毋免烦恼到这啊是，这是拢靠阮拄仔有讲过，就靠遐个较早遐固定人客来咧甲阮买无，已经就爱囥遮烂。毋过这几年，早阵的化石园区、山上的花园水道博物馆等景点拢开无啊，连个小镇的第20线人嘛愈来愈多。早阵区公所嘛争取结合公车站，变做早阵检疫的转运站。未来会加强公共设施，发展观光，啥人来遮佚佗。要在咱的曾经风华一时的青果市在那边我们要来做一个所谓的佐证的简易转运站。那这个简易站如果能够做成，我们结合我们的绿干线的公车，然后还有我们的小黄公车，让所有的游客在这边转运，可以看到我们丰富的农产品。另外，区公所嘛申请文化局社区营造计划，早阵老街、古厝活化、重建灯厂、5分车、早阵车站的意向，结合早阵美景的景点，要让大家有无共的偏乡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回咱台湾地动传染症国际上多数拢肯定，嘛引起真侪外国学生准备要过来台湾留学进修。专家嘛分析讲，台湾的产业要转型，第一要紧就是人才培养爱提升。未来到底要安怎做？咱嘛来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专题。后疫情新台湾，同齐来关心细分明。自动辨识闪开路面的障碍物，自动驾驶拢可以袂到。机器人无人车应用对防疫新生活变作常态，各种远距离的技术真发展。疫情期间，各国失业率升高，人工智慧深度学习的人才需求无降低，颠倒是增加。为着迎接后阶段的零接触经济，台湾人才培养的策略，嘛对产业转型的脚步对调调。台湾的大学内底其实有真侪教授啊、学生啊，拢有咧做非接触的这种技术，有愈来愈多这种领域，会开始考虑讲增加这种远距的功能，也这是这种数据分析的模组。
无人车入去崩坑一款危险的环境来搜救，都是实际应用的案例。最近10多年以来，台湾鼓励下领域的人才来合作，高台团队都用无人车伫咧国际舞台，和 NASA 等等世界顶尖的团队来比拼，嘛受到肯定。我们也用像是比如说深度强化学习去训练那样子实体的车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去进行我们所谓 navigation， 就是导航，刺激更多人才如何把这样子台湾各个部分的硬实力或软实力把它集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台湾所累积的高科技软硬体实力，也是伫这波疫情期间帮助台湾来抢产业数位转型的机会。另外一方面，这边政府防疫的表现，卖当吸引更较侪国际的人才来台湾。对印度来国际学生表示，伊个国家因为疫情封锁，人民过甲真艰苦。伊当初是来台湾见识半冬，即马煞想要留落来啊。Taiwan is a land of opportunities. There's so many opportunities in every sector. Like, firstly, in terms of research, in terms of technology, Taiwan is much more advanced than India. It's more open here. I think that's enough for a student to study and choose Taiwan more than India. 疫情过后，国内未少大学落发建工，境外生报名成中未少，亲像台大后学期海外联招报名人数增加4成。后疫情时代，产业数位转型的速度会更较紧。人才培养的转型，也是台湾维持竞争力上好的投资。记者由郑张玉随新的报道。继续搁关心医学的消息。一个才会上30的小家人生产了后，发生两骨髓胖，体内神经连做伙，病情恶化，煞演变作半衰。专门科的医师是指出讲，这款症不是胚胎来引起，尤其平均10万人才有2-3个会来发生。这个小姐伊讲会徛出来路面，也是为着鼓励遐个同款去治疗罕见的病症的患者。甲3岁大囡仔破案难，罗小姐为着伊受尽身体折磨，囡仔点头讲要爱妈妈一世人，就是对抗这个病上大的力量。喜欢妈妈，好，喜欢哦。翁婿甲伊抱了了，嘛是罗小姐这3年来抱着希望活落去的力量。3年前，罗小姐生产了无法度行路，后来下半身拢袂顶袂动，甚至是爱抱药珠啊。原本都药妆店服务业，伊无法度去工作，生活拢爱靠别人来帮忙。4个看医生超过10间的病院，一直拢查袂出原因，互伊失去了活落去的勇气。我想轻生的念头，对，所以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变得有忧郁症。每个当妈妈的心情一定都是可以陪小孩快快乐乐的长大，家人吧，因为他们每个都很包容我。我不能表现任何伤心或者是绝望，对，我如果表现出来，他会更难过。医师指出，罗小姐发病的原因至今还阁找不出原因。伊合并叫做两骨空洞症，平均每10万人，敢有2.4个人去得到，有一半是先天的，但是罗小姐并无相关的家族的病史。目前听到了神经的粘连了后，罗小姐的状况有较好，但是依然是爱坐轮椅，嘛无法度保证袂阁再复发。先天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后颅窝，它太狭窄了，所以整个脑脊髓不能流过去，这个叫先天的。通常发生在年轻人，大概15岁到35岁。后天目前大概有200-300种原因，所以为什么这种病诊断很困难？医师指出，这款罕见的病，甲罗小姐的生产应该无关联性，但是伫找无发病原因甲急转直前。对抗这款病，需要是支持系统甲决心。罗小姐嘛希望透过家己的经验，鼓励其他的朋友做伙来对抗这个病。记者综合报道。连续来关心经济方面的消息，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上届新景气动向的调查，5月制造业、服务业和营造建筑业真侪指数拢已经有咧行。照看今年夏天也就是第2季，已经是经济探底的时阵。第3季到各行各业拢真有机会会阁爬翻头，景气会开始复原了。国内疫情等候，台经院公布上新的景气动向调查，5月份制造业、服务业甲营建业的营业气候测验点做回来走悬，其中制造业甲营建业结束连续4个月降价存势，转换做欠悬，若是服务业的测验点是连续2个月提悬。台经院认为，测验点走势证明今年第2季是国内经济的上低点。第2季是谷底，第3季开始有回温，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估得很强劲所以说大概今年的话会比较像这个央行总裁提到，就是大概 Nike Go Go 这样的情况。
戴建议表示，对后面小连线改进，订单嘛愈来愈有能见度，服务业方面，因为国内防疫做甲真好，政府小连线放连社交活动，地区民众厝外食饭甲旅游的意思大大恢复，国内旅游带小订单嘛增加，百货卖场人潮出现，所以有超过8成以上的参旅业者上准这个月景气。另外，房市嘛渐渐伫咧恢复，下半年开始回温，啊，毋过也是有3个压制的力头。卖方目前开价呢会趋于比较硬，拉大买卖双方对于价格的一个认知。先前疫情的一些负面影响，所以相对还是会影响到民众购物的一些能力。目前在新建的一个待售余屋量还是有高达7万户以上。下半年的一个逐步回温，也不代表整个房地产会呈现一个非常强劲的成长。针对未来半年的景气，戴建议认为讲，规个开发的力头也是甲后面的终端需求是有关系。若是后面的需求会当登去到第一季，或者是去年的水准，国内景气会当乐观看待。记者综合报道。毋但营造建筑、餐饮业的经营嘛，渐渐伫咧起色咯。经济部统计讲，5月造价季度全国的营业额计共有619亿元，虽然比较去年同期间有原跌袂着，啊，毋过若含4月比起来，已经有压29%起来了。青的草鱼肉用大火落去制好所，头点提早款了，出日子是真无用。真有名的江浙菜馆上好餐厅，才宣布伫6月27重新开门，定位的定位就才袂离。6月27号正式营业。有25年历史的上好餐厅，受到疫情冲击，3月初来休困，啊，毋过对疫情转好，停业108天了后，重新开幕。头家讲，停业期间，餐厅有重新油漆，餐厅较旧的冰箱空调系统等等嘛，拢全部换新。老主管嘛，拢真互伊面子。头家讲，目前订阅状况已经被写满。一直打电话来问我说：“你到底要不要开了？”我说要，我们慢慢在准备中。我说还没有好，要到6月27号才可以。当天是8成满，慢慢这2天可能会，你们报纸一直写，然后大概客人都会回来的。疫情已经趋缓了嘛，我们台湾算控制得很好，对。所以用餐是 OK 的。对疫情转好，餐饮业整体营收逐个月伫咧恢复当中。根据经济部统计处餐饮业营业额的资料显示，4月份的营业额479亿，年增幅是负22.8%，创20年以来上大的幅度。啊，毋过5月份的营业额已经到619亿，虽然甲去年同期比起来也是衰退8.7%，但是甲4月份比起来，月增率29%，创历史上上大的月增幅。5月跟4月比起来的话，基本上是有上升到3成以上。那目前的满客率基本上平日的话都是达7成以上，那假日的话基本上是一位难求。从5一连假开始，所以消费力非常的上涨哦，然后再加上受惠母亲节的聚餐潮，4月的营收是7831万，我到5月就到了1.6亿。餐饮业者真乐观的预计，6月份的营业额还佫有5日节的连假，整体营业额会比5月份佫较好。对疫情伫咧转好，餐饮业嘛伫咧恢复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佫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讲热天说热天，热天解要紧的节气就是5日节端午时。咱嘛知影讲热天时顶尖下壁，5日节过去有甚物款的风俗？照国情所在，亚洲排名国家的力量第1的新加坡，另外佫有马来西亚，包含咱台湾，佫有中国，逐所在拢有咧过5日节。啊，毋若安尼生哦，一地区一地区风俗嘛无共。第一，咱来讲台湾过去一句俗语话，讲洗5时水，无肥也水，咱拢知。5日节迄天的午时，咱所接起来的水叫做5时水。这3字虽然午时这2字过去咱拢读午时，毋过单独若3字写做伙，字典拢敢若一个音，就是5时水，就是5日节即天午时的5时水啦。洗5时水讲的无肥也水，这嘛台湾民间的风俗。过来，另外一句讲5日节迄天吼，爱擦清爱擦兄，就是讲擦清较养灵，身体会养。擦兄会长命，啊，嘛有人讲擦清较养灵，擦兄会较养行。这种民间流传，就是5日节迄天，咱爱重视，咱上好新礼有失，旧礼毋通灭，继续甲保存落去时常生活中的风俗。当然，因为咱知影讲热天时，实在讲顶尖下壁，实在日头遮尔炎，传染症原来会赢。毋则讲洗5时水，毋则讲擦清擦兄，这拢是对身体过去祖先啊，甲咱讲起医疗方面保养一种古早人的知识。毋过讲到古早人的知识，上界要紧就是节气变换，天气寒热咯。毋
毋则有一句俗语，国情所在，毋但干那河洛为有，连客话内底嘛有，就是讲未食五日祭粽，破油毋甘放。咱知啦，台湾人咧讲话，台湾人咧讲话是真顾谦啦。五日祭粽还未食吼，咱迄领破油，虽然已经破，毋过咱毋甘放。这就是讲五日祭过，天气才会真正烦热。五日祭前有可能低温，天气反寒时阵加减拢有。啊，这是啥？这是民间的知识，这是一年过一年，慢慢累积起来。咱的祖先知甲讲，五日祭粽食过，才真正会翻作热。毋过咱嘛知哦，咱嘛知影讲，即当阵地球渐渐伫咧暖化，咱冷气一再伫咧放，咱即马烦恼哦，烦恼讲咱遮的祖公啊，落来俗语，有一天若无法度应用咧。咱知影讲，北极的冰山渐渐伫咧扬，嘛有人讲冬天愈来愈袂寒。未来经过50冬、100冬，咱五日祭粽袂食，4月、3月就开始伫咧烧热，安尼时咱就大大爱头疼咯。毋则讲，毋茫讲大家来保护地球，毋茫讲即句老祖先的俗语，袂食五日祭粽，破油毋甘放，一年一年拢会当继续应用落去。过来，咱来关心咱的教育。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统计出，7岁到15岁这旁得着慢性病幼囡仔已经有65000几人，啊，其中5万多人是哮喘喘嗽的问题，阁有7000几人是心脏病需要照顾。但国民健康署嘛和教育部互相合作，加强学生囡仔辛苦病痛这方面照顾的知识，尽量要减少临时发生急症，也是破病请假的情形，因为安尼生才读的有册，学习嘛较袂断暂。8岁仔是先天性糖尿病患者，逐工拢爱补血糖甲注胰岛素。伊读私立幼儿园的时阵，就捌去学校用照顾部方便做理由来退学。读小学了后，妈妈特别找到一间对慢性病管理有一套的公立小学，才总算让妈妈较放心。每天都要进食的时候要注射，所以有侵入性的行为，所以我们一般的教职员是没有办法做侵入性的行为。其实像仔这款有慢性病的学生，全台湾上无有6.5万个。根据国健署上新的统计发现，全台湾7岁到15岁学生当中，有5万多人面对血管问题，有7000多学生需要心脏病管理照护。平均每4个人都有1个人体重受重也是大考，平均每1000个都2个囡仔去互医生诊断做糖尿病。所以国健署甲教育部合作，创造慢性病防治甲个案管理来支持学校，互囡仔伫咧校园内底嘛会当安心健康学习。透过学校校护，透过我们的基层的医疗的人员，还有家长，还有小朋友一起来，达到一个比较全面照顾的一个模式。国健署强调讲，这项校园健康照护网络是要让慢性病童自细汉养成正确的疾病照护甲生活习惯，来减少囡仔伫咧学校急性发病的数量，减少每学期请假的日子，学习袂长去，让每一个慢性病童都会当平安健康大汉。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高雄，遮有一群做田的少年家，拢真支持，都爱用无毒的办法去种植甲养殖水产。啊嘛，因为有引导转去故乡打拼，产生的面貌嘛转变袂少。永安公司台语大青春咱来帮这个节目，特别招观众朋友来看这阵现代做事人对感情、土地怎样下感情的过程。传统农业伫少年人回乡投入了后，农村嘛开始有变化。伫高雄，就有一群少年农民应用家己的专业，要来传达自然无毒的理念，希望大家所食的物件会当得到愈侪安全保障。阮家场是咧玉山的山骹，阮遮的动物啊，其实过了比人较幸福啦。因食了嘛好，啊大了嘛舒适，嘿，啊搁逐工快快乐乐会使四界走安尼。伊有覆盖物啊，我袂甲用我开，我就是直接安尼刮啊，甲揢出来，啊，佮嵌转去。嘿，因为伊最主要就是透过覆盖物会当保湿，啊，佮有吼，互草嘛较袂发出来。在地国小嘛，找农民合作，透过实践，互学生了解稻仔生长的过程，比起单纯的教学学习，愈会当看到教育成果。伊讲伊要做规定的，就是规套的。总要为阮的发财啊，然后要安怎种稻啊，种稻要安怎去管理，管了要安怎收割安尼，因拢规套拢要学。虽然农村无像都市有遐侪资源，不过少年人用创新的做法，积极推广农业知识，嘛形成改变农村面貌的新力量。我感觉甲阮兜的事业，也是甲我的附近的朋友，会当斗相共，咱大家做伙起来，莫伫遐个。一个人人去伫遐，其实足可怜。
高雄这群少年的创始人用上简单、上天然的方式对待土地，伫身躯观念中间掠着平衡，嘛希望人甲万物拢通找到上和谐的关系。记者罗敏珠、连新为高雄采访报道。高雄看完，咱来看台南。台南府城进前就有结合古迹，用国姓爷郑成功做主题，推出新包装的四手啊麦仔酒，嘛大大受人欢迎。但今年市府阁新设计出北家将主题文化创意的商品，伊来讲要祈求传染症早日收煞，未来嘛要互愈侪民众简单来了解这项民俗的内涵。搭特别的脚步摆特色，这是台湾特有的宗教传统文化北家将。为着让民众更加认捌北家将的文化，台南市政府邀请结合同北家将出阵。伊毋若是嘉义金灯店烧人香口的先锋店之一，嘛是头一个放列入去台南市定传统艺术的家将店。因的成员毋若大多数拢是大学生，甚至阁有博士，拍破一般人对北家将的刻板印象。台南市政府嘛用北家将的意象推出台南限定包装的四手啊，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咱的传统文化、甲宗教礼俗，另外一方面买当和咱的商品这个商品能够让更多国人知道。为着让大人甲囡仔拢来了解这项民俗活动，主要是用古锥版本的反射将军做主题，做四手的包装，希望会当互疫情退散，凡事拢乖乖。期待透过这项文创商品，进一步把这项宗教礼俗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中华线西的老人会，为着要互在庄的时代食甲老、学甲老，特别邀请退休的校长张东凤来开一门台湾俗谚语的课程，鼓励这长辈讲俗语、想过去，享受生活的趣味，嘛推动老共子拢来欢喜讲台语。好好的，是吧？好好的因面，大家细老因为是大人介入介入。已经退休的国校仔校长张东华。详细甲老大人解说台湾俗语，亲像一张婴仔脚跋甲输输去，阁有好好孝，抬甲塞哪老，互中华线西的老人会长辈拢听甲耳仔啪啪啪。我们把字张贴在白板上面，有一些有识字的人，他会给他做一个说明，然后我会讲解说明，所以这个对他来讲并不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主要是我们通过语言的互动，让他们了解这几块的内容。张校长表示。真侪在地长辈毋捌字，毋过台语真敖讲，所以伊希望透过这个课程，通写老大人同齐结头壳，互相分享交流，互大家人的台语毋但讲了好，也讲了卡。利用上课时间可以勾起他们旧的记忆。上课的是一个面就是上范围比较广，包含人事时地物，所有动物啦、12生肖啊，或者说春夏秋冬、婆媳、家庭问题都包含在内。所以他们听起来格外有趣。用日常生活做主题来教台湾俗语，毋但趣味，也真活近生活。而且即阵讲台语当着时，希望未来毋管是老人、大人，也是囡仔，拢会使甲学台语变做是全民运动。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开讲中华线西遮一个农民，本身是用芒仔石咧栽白玉的苦瓜，今年伊发生灵感，甲苦瓜泥套乌绿啊，要阻挡日头咧照的紫外线，甲预防病虫害问题。结果即水白玉的苦瓜确实生了，又阁大条又阁水，咱嘛做伙来看卖。天气热，未少爱水的民众惊晒乌，想袂到中华一位瓜仔病内，这个苦瓜嘛惊晒。农民是一条一条替苦瓜穿上乌色的绿仔，防止晒着伤。如果你不套袋的话，它的色泽虽然它也是白色的，可是它受光线的影响，它会产生一点微黄，微黄。它那个是比较靠近米黄色啦，因为色泽会比较不一样。你全套的话，你从小颗套起来到大颗，它采收之后，它整个变白色的，很漂亮。王耀宽表示，头1、2年种白玉苦瓜时，发现苦瓜色水偏黄色，卖相无好看，所以今年替苦瓜套上乌绿仔，避免直接互日头晒。安尼用心照顾，嘛互今年的苦瓜生了白佮大粒。系啊，拢爱摕落来，你看，迄嘛是我头仔摕落来，这拢爱大粒，拢爱挽落。
有土地仔苦瓜色水真水，同时嘛会当防虫害，减少使用农药。热人嘛当是苦瓜大出的季节，除了会当退火，苦瓜特殊的苦甘滋味嘛受到袂少人的喜爱。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这2日因为透西南风，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的地头会落短暂的阵雨，甚至会落雷公雨。其他地区阁有澎湖、金门、马祖，多数拢是侪云到好天，日头炎，天气热。若东北部这边甲山区，同款嘛得爱提防雷阵雨。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今日台北、新北、桃竹苗32度到3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5度。金门、马祖、澎湖28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看到我就知影，今仔日要来讲甲医疗有关系的题目，嘛是咱台湾一种真特殊的文化。卖药啊，卖药啊，汉字写做卖药啊，罗马字写做买的卖，医二药啊，卖第7条，药第8条啊。第2条，讲到卖药啊，伫台湾已经有真久的历史。日本时代迄阵，无像即马吼生活遮利便，四界拢有医生馆。民众若破病要互医生看，也是要买药啊食，拢真无利便。头壳好的药厂，因着请训练过的推销员，甲处理较接用到的药啊，底伫药落啊，放伫人家厝内。人工才来收药仔钱，补药啊，安尼互人利便。这款卖药的步数号做假药包，卖药啊叫做变药啊。搁有一款卖药的步数是甲药啊用车载来庙埕卖哩，先请人唱歌靠人客，才开始卖药啊。来，紧来紧看，慢来减看一半吼，看阮一行数十名来到贵宝地大庙埕。大庙埕，唔是要甲恁拼输赢，嘛唔是要甲恁讲亲情，就好康的要报互恁知影。打是啥？无别项，就是这款爽歪歪地听单。这就是世界走江湖的卖药团，卖嘛是变药啊。这种文化发展到尾啊，药厂归去甲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合作，伫节目内底卖药啊，正做今卖的卖药啊文化。俗语讲，请鬼贴药单，是咧讲人拄着紧急的代志时，心肝头乱糟糟，找唔到人来处理。
历史代志袂小煞，形容人自找死路的意思。才有一句粤客家话讲：请鬼疼药单，温死的。六备药啊，医生管；假药包，变药啊。请鬼疼药单，温死的。落尾甲大家提醒，咱若破病就要去互医生看，唔通家己买药啊黑白食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